大家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一段呢，师父要告诉大家，很多世间的种种这一切，我们看起来好像不平等，实际上都是过去的因果啊，过去的因果。比如讲说，为什么人会端正，长得特别的庄严啊？哎呦，面相特别好看。那它是从哪里来？实际上前世从忍辱中来的。忍辱，人家打呀骂呀，有时候欺负你呀，你都能忍受啊，不还手，也不跟他计较，内心当中平静如水。所以是说，端正的人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为什么长这么庄严？为什么这么端庄？啊，是从忍辱中来的，忍辱中来。前世有这样一个修养。贫穷的人是从为什么那么贫穷？人呢，有的那么富有，这个人看起来3餐都不济。这一餐吃完了，下一餐到底在哪里？他不知道。那为什么会这么贫穷呢？啊，做一个乞丐，到处漂泊啊，居无定所，没有固定的场所，这些都是从慳贪中来。前世太慳贪了，从来没有布施，也不会救济，没有同情心，所以他只是会考虑到自己一毛不拔呀。因为有这种行为慳贪，所以就注定这一辈子就很贫穷，很贫穷。啊，高位者是从哪里来呢？从礼拜中来。为什么他有这么崇高的地位？比如当一个政府的领袖，哦，那这当一个首相，为什么这些人都是让大家都很恭敬？因为他是从礼拜中来。前世呢，对人都很客气，很恭敬，对佛都很可以讲说很诚心的在礼拜，因为有种这个善因，种了这个善因，对人客客气气的，很有礼貌的，慈悲心的来对待大家，那么尊重大家，所以他这一辈子转世的时候，他就站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了，很高的位置。所以高位者从礼拜中来，端正者从忍辱中来，贫穷者从慳贪中来。所以为了以后我们越走越光明，越走越幸福啊，那么我们应该要这样子学习，有如是因感如是果，果报因果是存在的，一定要相信啊，一定要相信。感谢大家，南无阿弥陀佛。